係，大字啦。仔，定度，跑，定度，OK。黑色，然後透過。好啊！起完出翻嚟，打。呢個8秒進攻。大攻。又拖又上。係啊，你嚟做啊，水。49防黑色33兩分32分。志揚幫手。三個。過曬，再嚟個唔緊要，俾咯。黃源呢？你出到未啊？接住。令到你出到未啊？黑色慢慢分炒，白色志揚，快啲。白色要防白。好吧。俾。出嚟啊！8秒進攻。5秒。決定，大攻。喂，其實咧，過嚟白色。好。出嚟啫喎！你出嚟啫喎！你出嚟啫喎！你做咩？你去幾多個啫？黑色馬分球第一個場。出嚟！第球入。知佢。53分炒，白色2號防板。嗰啲嚟嘅，我過嚟嘅，往前。黑色，白色2號扣波。打啦，靠唔打？俾啦！56兩分炒55公板。自己。接黑色39兩分炒，白色11防板。白色20分。深色換人。32號犯規。Jimmy， 使犯規你波，後面人幫你嘛。黑色42就3個。白色28。好，
422分就知佢係嚟咯，好波嚟㗎，師爺。點解要咁樣喺度前一睇波啊嘛？好吧，快啲決定，快啲決定，好波嚟嘅。深色換等等啊！黑色馬6 2分炒，晚加2分。我哋分數唔啱喎，冇拍啦，黑色33 2分。28號犯規。OK。齊希， 9 7 8冇咁樣失誤黑啦，色33 1。又話想打，球1。希兒，又係咁樣帶，甩咗未啊？知係中間。係跑節啦。咩位啦？加2分。咩波啊？乜嘢？最起零度，喂，白色差2分。深色52分炒，黑色差8防板。黑色33 2分炒，白色1對1，我整錯，我整錯。白色差2 2分炒。最起零度你嘅，零度你嘅，邊度係零度啊？黑色最起， 2分炒，我哋波，深色換人，我哋撐好，黑色78 33走22，好華3人。2對1，黑色22偷波，去落咧。白色28偷波。唔係4對1，4對2波，白色28 2分炒，2號進攻籃板加2分炒。白色11進攻籃板。白色28。咩位籃板啊？好波。 8秒進攻。快攻啊！嚟咯8秒。嚟咯，白色2號防1對1，1對1。8秒。白色2號2分炒。好快攻！ 30秒。換人唔得，謝賢，我知啊，白色11走，2號走，30來。10秒。
白色28號犯規。其實提你冇用㗎，都唔聽人講嘢，淨係白色28。好嘛？走啦，走啦！搞掂啦，揾人啦，白色282分。呢邊攞開個波，OK嘅。黑色22分。深色換人。8秒，黑色63分。白色50走33入，黑色22走波咧，白色28。你見到人射3球啊嘛？我想叫佢攻，第一個炒。好撞埋佢得咯，你要表傳㗎。想叫你傳達你啊。第二嗰個即係上場隻手遮自己再拉啲啊。OK。白色28個。白色28 3分炒。黑色61 2分炒。62進攻籃板加2分炒。白色差2防板。3-2。好。黑色39走5入。你想做嘢？白色2號2球。我想做翻嚟，我要攞到個波出嚟。繼續，繼續，叻，繼續。8秒，黑色62 3分炒，93進攻籃板加2分炒，白色2號防板。隨氣先，可以隨氣先，你過嚟幫手，過嚟幫手。白色28 2分炒，2號攻板加2分。喺望遠啦，喺望遠啦，繼續，係，繼續，黑色62 2分炒，白色差2防板。自己帶到。白色72 3分炒，20分。攞籃板就跑啦，你哋。白色咩位啊？
8秒。舉起手。舉高手防守。進攻時間2秒。冇俾人射波，執人啊！你企晒中間，係咪執嚟嘅頭先？好波 準備。轉。8秒。好嘢。揸住。揸住。白色33號犯規。深色換人。白色33係。黑色42走56入。好。白色33走50入。8秒進攻，5秒，2秒。56 3分入。想打落去㗎啦，你邊入㗎嘛佢？深色天花門。點解唔跳？白色11。深色換人。安前，安前。白色72號偷波。狼家兜底，兜底。白色差2分。散啦！8秒，白色差2分。黑色問2分炒，27進攻籃板加2分。8秒。後面，自己後面。黑色晒2分。30秒。
8秒。係。白色13出3分入後面，接住唔好咁上。深色翻嚟，翻嚟。回位。黑色39分。手波啊！好啊，再嚟啦，嚟啦，帶到，白色28 2分。再嚟7秒。 6、5、4 ，last go，白色28 3分。後啲，中間啲，得啦，俾佢追，好，3步，對住，令到你，繼續8秒。好波！ 33分。23個公板加2分。黑色5公板。33分。一球就一球啊！黑色33號罰球。攞個波翻嚟，攞個波，白色，open，走啦，仔，冇俾陳嘉宇嘅。嚟啦8秒。 ，6，last go，白色72 2分炒。48公板加2分炒。喺後啲，你望翻中間啲，唔使理佢，唔好理佢，中間嚟嘅，中間罰球先，得啦，罰球先。黑色32 3分炒。白色48。黑色32犯規。白色28 2球罰球。第一球。追，表現追，自己咯，再波曬唔使得失咩？黑色56分。黑色39 2分炒。白色2號球。全員要走，白色28 3分。兩個都係你㗎，chạy跑啊，表現後啲，跑啊，走，黑色32 2分。好，白色72 2分炒。
8秒。白色53分炒，黑色32分。翻咗嚟啦，睇先，翻咗嚟啦，睇先。黑色33兩。好波，後邊啦，試下後邊，邊個嚟嘅？再嚟過啊！呢個過嚟。深色換人，黑色32走落1人。我動啦，動啦，走。唔係啊，思睿。白色48兩分炒。8秒。嘉怡啊，冇話波，攞到波就轉身打，頭先嗰個打波。白色72 3分。深色換人，白色2號2分炒，黑色55號防守。黑色內3分。彈出，朗家好晒啊！出翻嚟啦！8秒。白色朗家換貨，炒，黑色內黑色第一球。做乜？再射啦，射起！幫手冇個波。白色差異3分炒啊！點解又空佢咧？佢就係第二個主力，咁都空。回傳啦，回傳啦！好波。9分炒。放隻手啊，林靜茹！打啲波成
色換人。黑色39走32人，白色72一球罰球。佢球炒黑色40。譬如。好似會繼續。黃希瑜都得8秒。希瑜，白色11 3分。朱榮安，過嚟。黃希瑜嗰邊停咗，攝取太遠啦。攞啦要，過，即係俾翻佢啦。白色72分炒，黑色33防。黃希瑜，攞，黃希瑜攞。3分炒。我哋有幾多個球？冇垂低手，暫停。嚟啊！準備，希瑜準備。第三跳，繼續。好對啦，各位。第三，第一個位。希瑜啊，你得啦，希瑜。希瑜收啦，到呢板，我個陳家遠，我搶呢板，搶呢板。8秒。3分炒，黑色33加2分。黃光過人，我睇人。停啊！試去。齊興三樓，齊興邊個啊？黑色2人歐波加2分。我個陳家遠，我。33分區。接住開波。黑色59走51。翻嚟啦！好波！白色28 2分。黑色32 3分。我哋鏟下，射唔入啲波，去鏟下。第
啊，比如幫人，幫。另外3個望波望人，帶到俾係幫手，好位，後面有人幫你啊！擋佢。冇咩事，冇咩事，佢幫手，我哋幫你。白色28兩分。董正耀72，3曾文源20個。黑色內你兩個幫手睇住我先啊！一人兩個先。你帶完攞俾佢，唔好即刻走落去呢位啊！出翻嚟3次啊！冇波嚟㗎。3個波唔使咁前嘅，再補啊！後面再補，再補。白色28兩分。後面有3個3分線後面咧，另外有3個3分線。陳嘉源3分線，你補位啊嘛！萬威輸3分，比如輸3分，白色28。深色添包滿。可唔可以手波啊？黃思睿。28球入。第球1分鐘。陳嘉源翻嚟喺度，陳嘉源補位。前面有人都補落嚟啦。你另外3個都係㗎，3分線得㗎啦，3個唔好向前啦，你負責補位啊嘛。再補啊！要後面有波你嘅，幫前啦。白色差2兩分。白色11塊。30秒。天花板。開波啦要！佢俾咗波你數時間㗎啦，你要攞波㗎啦，俾波你，順路啲啊！8秒。幾似你睇下你啲諗甚至犯規有少少。白色差2，第一球入。